数款，后上太上宫，有吗？太上宫。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中阿中古，又到了老后生人打最久嘅时间。你想讲么？你1日当中用最久时间喺乜嘅讲起咧？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嘅调查，20日青年嘅时间，20岁以下嘅台湾人1日要花281分钟啲用手机嘅，韩国20到29歲後生嘅1日要花263分鐘啲用手機嘅當行。手機對現代人來講係做唔得無嘅東西，唔過通過意思手機會產生深度嘅文明片哦。今日有請到6個後生人，老大家共同來討論一下，佢哋都用手機嘅用到公園到乜嘅長途，眾上來分享。首先，老太太小記到係阿子怡。大家好，我係因為出家唔會聽過意思手機嘅阿子怡。講化了。等下記得後輩嘅邊眼係那歐巴。哦，就來看下，等下要變係那歐巴嘅手機用到位公園嘅人喎。白強，攞來紹介一下。超輕愛，超輕愛。1日啊用24點鐘哦，我係用手機用到25點鐘嘅中白強。我請問一下，到底1點鐘對哪一篇寫來？即刻上出來，講出來嘅。那邊講出來。全部悶咧。哦，我真的成癮到我該好好舉頭大夫和秀手機，大家全部已經秀走了，對不對？我偷偷騙他已經收走，就藏在我屁股下面。真製作人扣他通告費，當你聽橋聽。哦，來秀起來，秀起來，秀起來。歐巴，等下來看一下白強用手機用版型歐巴哈。第3個老師叫做李嘉。大家好，我係嘅司機做唔得冇手機嘅李嘉。冇司機，人家嘅司機冇手機，你就做唔得成分，冇做唔得成順。唔過我冇搶白強按歐巴啦，沒有搶，冇空起來哦。空起來啊！佢係狂奶，佢係狂奶啦。第3個老師叫做嘉怡。大家好，我係手機就係我嘅名台嘅嘉怡。手機嘅就係夾名台啦，就是講手機就係夾名嘅意思啦。冇手機嘅記得上癮，咩冇上嘅。哦，你咩愛講啊？你咩愛講？哎，聽到啦，這個新朋友即阿路怡。大家好，我係水母以外嘅時間，都嘅用手機嘅阿路怡。好的，你比白強還好一些。然後大家講，仲屬於姓梅咧，姓咩啦？姓梅係乜嘅？你係叫梅係冇？這樣動到梅。你這樣講話，你這個就係差別待遇。你講他講法嘅時候，就用快，唔講你阿路怡講法叫做分呀。俺唔知基本我們也要新歌，對，我要新歌。你要新歌，就看誰要錄新歌。好，謝謝。對面來分享係入入。大家好，我係手機界團代表入入。手機嘅機團嘅代表，等下太講吼，等下你用線上開課時，尤其係張白強，你阿是唔係為你來開嘅？這一集就是來為我今天錯到東岸 center， 第一次做 center。咁過來問題之間，因為剛好你有老太太報告咧，上司嘛，因為後生嘅人因為用200分鐘的教授嘅咧新聞嘅採訪嘅，你人嘅當中花極久嘅時間來教手機啊，用手機到底來做乜嘅東西咧？阿子怡。我平均1日花差唔多5、6點鐘嘅時間，是去用手機嘅。我上個月最經常用嘅就係 Line， 再過來就係呢社群軟件，韓國我就會用手機來買東西，嘅網絡當紅嘅東西。再過來就會用手機用入資，還有查資料，都係動有好嘅東西，動有用嘅東西，唔係亂用嘅。唔係亂用，自家講唔係亂用。真自己咩咪教遊戲，佢家妹你講要教嘅哈利波特。我講以後朋友，我們就一起去打團。阿係乜人講嘅？我眼機仲係3分鐘熱度，可能我1禮拜哈利波特，下禮拜就係額外嘅哈利波特。唔過講真嘅，你阿下講到吼，你阿現代人，你阿手機乜嘅事情都做嚟做，冇手機真經會無命係冇？真經會無命。唔過我知道吼，我冇像自己嘅面皮按盤啊，吼，佢嘅臉皮太厚，我自家咪係用硬吼，我算起來咪用5、6點鐘。你差唔多啊。嘿，故說我身體手機成癮症的，唔過我從我身邊朋友吼，當較比較。
积极的朋友吼，佢哋都3、4點鐘聽聽。哦3點鐘、4點鐘聽聽哦，佢哋真係都係。他們的人生好無聊哦。我哋用手機其實真係要用 Line 啊，韓國用呢條嘅社群軟體啊，我哋買東西，像要買東西係什麼係最好做嘅事情。尤其買一樣東西呢，佢就會見啲推薦面講，你做得可以啊。我老人講，如果買東西過後，佢下不會退，有買了這個商品的人也買了。所以他開始家都買物雞，所以人嘅錢就會進來，富退就進來進入下去，冇錢係冇，假如你唔係按呢對有錢人變冇錢。我都會慫恿買東西，尤其係蝦皮當好買哦。蝦皮，隨時都可以旺旺嘅，手機係我嘅隨身必須，咩係借無聊嘅好朋友。我會用來做些看影片、IG、FB 大天通，做得做咁多事情。我週末一日都得花9時間都用手機嘅當空。我一日差唔多用半日，都用到手機。半夜2種。有啊，我都會講吼，冇錢包唔見做得，鎖匙唔見沒做得，手機唔見就做唔得。錢包唔見，睇有冇做得？結婚要就乖乖。因為家錢包嘛冇用東西，所以冇關係。偷誰的了？哦，因為家信用卡都是用手機支付嘛 ，Apple Pay 用嘛，所以個錢包唔見睇，只有要重辦證件冇關係。手機唔見睇就死冇命，完全就是死冇命，命就唔見睇。然後體驗樣大條命就假如嘅順豐嘅阿魯儀。捱咩？我要查我嘅手機嘅記錄啊！我頭運用手機嘅時間係7點鐘。哦，因為我其實做些歲末以外嘅時間就會想要用手機。你做得講下夾嘅我老豆，你做些歲末沒用手機，你咩懂聽？你衰退嘅時間咩做得用手機？我咩吃懂你也是懂聽嘅。我做唔得用啦，歲末用手機會點？會考到你就點啊！唔過我看電視我用手機嘅。我會看，無聊嘅時間我就會用到手機。睇下如何？最近兩下人真係冇手機嘅做唔到，故做兩下網路上有一個嘛個手機嘅意思嘅長途量表，請大家聽下來寫下你符合哪道嘅量表吼。睇方式講，早晨8方床，木足8斤，睇個上到嘅即係講用手機嘅。聽一下即個。做唔到用手機嘅時間，會遲到會心焦啊、冇落冇錯咁樣去。第三個即係個用手機嘅時間咧，會見來見窗，咁比如3點鐘、4點鐘變到25點鐘咁久吼。第四個就手機咧對自己嘅生活產生當多嘅負面嘅影響。聽解即係個用英講，你是聽到時間到搞手機啊，最後咧即係講使用手機聽多咧，結果你個身體啊、目睭啊、冇損傷，發生當多嘅問題，先來問立用者啊，係。好，看一下嗌，大家都這樣子。唔是必。而家是聽我講，因為嗌成日到5遲到日停錯撤退，大家都入。你係日到5，唔係日到5啊？日到5，冇日到5。係因為你跳擺嘅時間，係，因為跳擺你有個鬧鐘啊，你講你一下手機是當禮品，是做得10天，韓國10天了後是變到民眾順跳，假使講香港時啲手是做得直接拿到罐頭，冇是為紅起來是為上去挖一下，冇是看一下就感染紅蟲啊，所以從下會拄到咁樣嘅事情，韓國是係啱嘅。朋友韓國屋卡人是從下回講，因為我自家係嗰種總得
而家事件做2件事情概念，所以老朋友可能讲我的大罪句，手机是响嘞，就看到嘛个工作个消息讯息，安用因思维听伊下去，顺听因讲嘛个我应该是同情他唔到，佢就思维当无奈好讲，安用因目主的看法睇戏咧，这个目主为白强强，这故事就喺点呢，很有程度嘞，惊险去了哟。哦，白强，你写了2改而已吗？听听，因为讲便宜。热闹年吼系最严重嘅，就是改下吼，立中就讲到赵宣洪从提出来想法是用手机应该系强用哦，因为吼唔啲大家啲冇嘅那个一家之主啦，你睇外景嘅事件哦。當集中係凌天講差唔多3-4點時候紅窗戲咧，所以哦改良是最嘛個木水面線嘅虛節啦吼，最睡眼惺忪。不過我應該照理來講，夾紅窗啊，因為集合事件當家啦，不過我係紅窗嘅事件提前做嘅事情，留手唔係刷牙，唔係騙手，就係留手機。就像他們都有看嘛東西時候要用留什麼是個分鐘機，還有發現，哎呦，封家嘞，哎呦，走，今天要走條路呢，哦，才想到對吼要工作，行，其實明明打牌走得起，錯個幾輛車的事件哦，就動窗的事件走得留手機，但是不行，一起床第一件事情就係留手機。过手机大白都蛮多，然后你后头就除了六速给你还有TC啊，你这就是负面效应啊。跟你出轨的时间用加塞，错，因為出軌嘅時間我錯不兩記嘛，跟住錯不兩記嘅時間哦，差唔多學人點鐘以上嘛，吼，我錯不兩記嘅時間，我就一直覺得很緊張，所以我一下飛機提一件事情哦，唔係感受一下異國風情，看一下風景，唔係哦，提前看使勁看一下，你那片嘅 WiFi 是多少？要密碼嗎？沒有，這是很重要的事情。歐巴，但是韓國歐巴，老太阿講，呢一篇有一個已經寫全的人，不然一點時間來講啊，全部用懂歐巴我好從開始就用手機，我老人講可能係水冇咩用手機嘅，手機係當好嘅早晨運動，最好成冤通，冇做嘅咯。我本係較有精神。其實我做些嘅時間都唔會用到手機，不過一下有限就會用到手機，就會潛手機啊。真勁。對，有一擺哦，我睡夢之前。我都唔記得用到幾久，我破能用啊！空床長發現，我失真咧，驚勁都無法度聽通誒，無法度聽通，咁我都通啊！行我去本線上看。所以老太太講，睡夢以前千萬唔好搞手機嘅，觀眾朋友們想看自家用手機，用到被公然除咗兩條以外，你還有哪條公然嘅鏡頭咧？等下再來繼續老太太向下來討論了。就算人生哦，如果喊出來馬上面哦，我會避免尷尬，避免尷尬嘛。所以假設你係白強，哦，唔係看到喺度冉冉嘅事件哦，冉冉嘅事件，差唔多係3公里自然。3公里，木水洞口咧，歡迎大家都做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你上一團嚟問到大家嚟看過嚟手機意思長途嘅量表，唔過出題了以外，手機用聽到被公演咧，你有哪條真頭了？兩下向下來看一段影片，大家繼續做嚟下向下來分享了。上不懂獎哎，你睇你買咩啊？亞東帶你下蝦皮買嘅，哦，蝦皮，哪一天買嘅啊？東便宜，但係買得長不然後縫衣都啲喎卡，越來越大條。不過啊，我又唔係普通嘅大條，我又係真出嚟。用版啦，要不因為疫情嘅關係吼，我都冇條路誒啦，冇錢誒啦。
阿姊，你阿婆诶，你做乜嘅啊？我要不然就地方卡出声音啊！你看，让俺姐姐跟我的啦，很对呀！真的呀，很美嘞，好对你笑。哦，原来暗对你笑哦。刚才要不我地做乜嘅啊？哦，我最啲係看書記學鋼琴啊，還用書記嘅學英文哦，還用書記嘅買股票啊，還用書記嘅看動作戲劇呢。你要數台做嘛？很大声哦！大强，今年都冇喊啊？喊咗的。大強，原來叫他聽下幾叫冇？一台中當有名誒，當好聲啲冇？叫我嚟聽一下，佢有在戲上面樂聽對唔對？好便宜咧！係啲一件咧。台中嘅你台中請來個前男朋友，你都要帶人去買啊！唔嘅前男朋友唔係劈腿嘅反應咩？反應幾多啊？搞清楚，你反應係結局，你哪咩嘢？哎呀，老公哦，一台中點解幫佢前男朋友嘅我見我那個前男朋友嘅結局啊，都有神風嘅，還上那個前男朋友嘅結局呢。糖豆都是謠呀，但係我是乜嘅呀？啊？我給你我是黑面包，我是青醬海鮮意大利麵老酥皮濃湯。做對。唐人來的後生呢？哎，白卡，等下跟我一起吃飯啊？唔是啊，我自家就帶團報了。好啦，冇，先冇機會啦。真係，我都是導遊嘅哦。你不要按拉，從按開始按哦。你帶我嚟，嚟給我啦。大半路都難用呢，奇怪呢。什麼嘅芋泥卷蛋黃酥皮都冇呢，根本就冇。捱電動叫嘅，你要慢到嚟啦。排泄啦！哎，你家聽講係個咖啡店嘅肉桂卷凍好食啦，上到超流好難食，哎，你家嘅來意思啦？唔講而家，人家數據係無天嘅呢。哎呦，係啊。哪有某天還有90%啊？你沒有帶給行動電源咩？捱出動嘅係行動電源無天啊！等下捱去嗰邊嘅時候重天咯。哦，家來去啊！好啦，家來去。哎呦，懂嘢咧！你做乜嘅冇用手機導航前路出好呀？浪費時間，買手機咧？啊？你買嘅手機咧？奇怪，你買嘅手機去哪裡呀？啊？鏡鏡哦。原來 DRV 啊！奇怪，一下春天是爬天天咧！哎呦，我真係想八公仔一下天魔啊！八個本危天啊！哎呦，拜託啊！好，安尼來看一下，甲樣片地圖，讓大家整理出來最接上看到嘅用手機用到為過年嘅事態真聽吼，有哪度嘅手機收開，真係講冇用手機收袂開啦，收袂用啦，哦，時時刻刻就想用手機嘅啦哈，聽起隻手機恐慌症，手機冇啲情況就知道冇安全感，會冇落冇錯，看到會冇天嘅世界。當心走，你知道？像李家強樣，明明就係90%嘅天，哦，手機會冇天。
点的当得。好，第三呢是讲数据意思真就无论行到呢有数据的世界手菜艺术方就按呢，无数据的我个世界就会唔见体，就按呢。好，因为第四就係數據故事真。迄講一三年出現對上分的世界、上分嘅素材，就想係用數據嘅，將我人老人有接觸，好得了下防疫期間，咩唔是有乜嘅接觸，係冇？唔過講到咧吼，你問題就講，嗱上輩咧世界盡頭，你要哪到盡頭咧？係你講。所以我試下就講下樣片看到的數據控風針條，還個數據意思針條啦。先講數據意思針條就係。因為呢，我知道我自家係個潛路嘅，係大概係個冇數據嘅話，我就潛無路就會衝走。我當然說數據對我嚟講呢，一 Google 吼係當重要嘅 app， 跟住下來就係數據控風針條吼。因為我有一擺我抽貨查嘅時間，我就發現到啊，我嘅數據會冇天呢。不過我有時是因為唔記得帶線啊，有帶線又唔記得帶條啊，錯冇？冇帶條先。條冇帶隨身。冇帶條啊，數據嘅條係。跳布條，係跳布條，又冇帶到咁樣嘅行通天眼咁樣嗬，我就面皮皮嘅嗬，抽貨查嘅時間，我就看到我順豐嘅乘客嗬，我就講排隊請問你有嘅行通天眼冇？啊冇咩冇相關，唔是將來哦，不過有嘅話做得將來冇，因為我一聯絡我嘅冇行人，我就按個同佢講。騙你，係，佢就將來咧，嗰陣我就做得溜面熟咧。今天講奇怪嘅東西，我嘛嘅問皮嫂嚟講，因為搶保單麼？你係化療線咧，講化療講到按順口，你還話到啊，你還冇練到人不抗人不考，會出乜嘅太事情？結果冇，我係溜面熟天天，我係滑 IG 天天，啊自己嘅四種針條有哪種？我懂明顯就會數據意思真，因為我這人那係冇用數據，我這人就唔知按用把許多幾片，就算一隻地方一隻素材，我已經去過嘅，我係會唔記得，我就會看數據嘅導航。冇錯，我看數據嘅導航，佢就會講嚟講，台中運輸愛從哪兩查嘛，再講人哋下查過後就完成嘅導航，繼續來潛路。韓國就算我看嘅導航，我會潛唔到路。冇唔錯，佢天生會衝走，係。因為他是按到機車的吧？你小心會帶你上忠孝橋。因為佢導航有段時就。我感覺佢有點戇，係估中嘅真嘅，我全部係年輕假嘅。我就會把利用 PS 嘅，我就會提前出門，然後呢就用數據導航，再過來還要用數據慢慢來潛路，我就會提前出門，唔衝見看，就算你幾冇意思真，你還係蠻多嘞。所以你走得用那個導航來找路啦，找人生的方向，你手機比較適合你啦，哦。按照乜嘅中國方向把握時間上半年。好啦。希望吼中國方向係把握時間吼。我下台詞本來冇。唔是。唔好講到真緊啊，白強。對你來講，你啊四種真體吼，你哪種最嚴重、最上吊？就係故事節，因為吼，冇看愛按用對皮衫用動熱情哦，其實愛會動鏡，因為引導引自己嘅接觸，因為愛係只動唔會記皮衫名嘅概念。我都冇個名啊。所以我看到你的時候，我就算認識你哦，我喊出來馬上名哦，我會避免尷尬，避免尷尬嘛。所以假設你係，白強，哦，唔係。看到好像冉冉嘅事件哦，冉冉嘅事件，差不多係3公里自然。3公里，墨水洞河咧，你墨水清河咧。望遠鏡。哦，我要感受到，哎呦，對方又來聲音哦，來過來一個時間咯，然後我就會先這樣，假裝溜手機啊，溜，假使係機先喊我名哦，白強，嗨白強，然後說。哦，嗨，啊，然後日2點鐘，因為擦肩而過時，差不多日2秒鐘，韓國壓力哦，100米快走，還有韓國嘅世界老師說啊，你最近做乜嘅？哦，先冇料啦，先冇喊啦，哦，拜，按時過去了，假使佢冇喊嗌名哦，哎呦。
太好了，挺好嘞。平安，平安是哎呀，点点香。他一般你做的扎狗，你会供天发，嘿。没做的，要充满意思。如果快太嘞，大家聊好签订哎社交的手机。哦，大家都地吼，汉白都如红都到种白天金毛很全眼命是比较代表，佢唔记得你按到乜个命嘅，后尾阿如意。假如讲到你迄根本嘅大头命，你其他所在有大头命嘅所在吗？我大头命的迄个书记的庆丰针，我书记无伫我身边，我就会非常的敬重。我心照啦。哦，我会心照，我要笑，我嘅做事嘅小事啦，无肥到，还有嘅我无聊的时间，无嘅书记嘅做得发啦。结果我有一年，我记得我有一年，我唔记得带我书记嘅出门。结果我去老人家书记的来教。你竟不会离家翻版，而且还拿央穷。不是，给迄老人家行动电源听听，你老人家书记的来教。拿来拍照没做得啦。你听我白呀。对啊，过来我还有个书记的古时针。古时针。我那是有书记古时针，我去到个新的地方，嘿，陌生的所在。上分的素材，我就会唔地会用嘅老人讲法，无人拢係打做一句，我就会用书记嘅，我就应用书记，无像老人讲法。尤其迄个行动装置进来进底片，用路进来进发，它电动会吃到。虽然说广告说没有距离，但是我觉得那 K 力哈电动很难燃的，差不多3公里啦。哦，3公里，我目前冇按好啦。不过观众朋友做在想下，你用手机的时间，会用同一时间嘛，肯会出现内底镜头，等下将来继续让大家向下来分享了。有一摆，佢喺早晨條去南浦做事，結果喺早晨條9點嘅高鐵。結果佢睡夢嘅時間啊，無落嘅天啊，無插好，佢手機就無天咧，佢鬧鐘就無響。結果佢喺躺到嘅路順風嘅踩，將到到踩嘅。等下，你根本係裝白槍附身，係落線嘅。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假如問過大家有青島嘅書記用到為公園嘅針頭，唔過呢下有新一集針頭，假使你有呢條針頭就代表你書記用聽到為公園。簡單嚟講就講，一分享嚇書記一木竹百劍，所以純屬那書記嘅，還有水母嘅書記，隨節嘅書記表面床頭，無聊書記就會用書記嘅為炸衣接天花，然後用書記嘅時間會見來見長，發聽到時間，利用書記嘅某啲情況會知道，會心吵吵，會變到心泡泡那種很焦躁同心焦哈。在書記大唔見體會無落無錯啊，還有用書記嘅係會老朋友也不抗人會上拗，會拗嘴，再來視察嘅時間用書記嘅，啊，你上愛用書記用下少，唔過一定會失敗。再來是講，你必須要減少用書記嘅時間，唔過遲到自家做唔到。先來問嘉怡，你睇根本嘅聽音量，看你有哪條？你有哪條來講下？除非是其他我都有嘅。我就講，我只有一個要講，我就一招一講。請問一下第10個會不會太容易？動拍攝，我有啊。哦，不好的示範，做唔得做。頭下講到視太真頭，我係要示範我要書記做。你講示範我幫書記嘅。要向下示。我上下嘅畫面，你根本有同時拍，書記應該試下嘛。跟亂動後是應該試下嘛。做盤。像我爸咧，我知道你漢白示範是當下後你會變點嘛，會點呢，識到會一神啊，人講，唔過白欠不遑虛讓吼。來。依家講係只要時間摸嘛，我係熱到雪全副都有。哦，你就是熱到心意。熱到心意怎麼個摸咧？因為我不想要減少。
不过热度适吼，假是全部公贴咯，我怕变专访。你头一早来讲，头一早来讲就会9號咧，因為使用手機哦，就個到朋友嘅福康音爭吵，要上抄上拗。嘿，我福康吼最難相處嘅就係張媽媽。我福康音就係講張媽媽。嗰種是係因為太好嘅時節吼，是公演前拄好係面數最風嘅改良時。尤其係落日配音吼，四台音吼，四台音，是台音吼，他們可以學會接觸嘅手機嘅，接觸面數嘅時節咯。嗰種時候，我媽媽有一擺是拿加手機哦，她拿自己的手機，她開始亂加好友嘛哦，有一擺去教到我詳細動態感情，讓我感情最後加英文信上嘅面數，然後看到機哦，然後就加他，結果看他裡面貼文哦。我又加朋友，不過我全冇添加讚，都沒有按讚，他這時候就很生氣，都心泡泡哦，讓人講，哎呦，你冇添加讚哦，其實代表講，你老機唔好，你對機唔好，你冇準時衝頭，你冇是水唔地而染年頭啊，係啊，你是果子唔地而白薯頭啊，講到都咁重呢。吼，結果我就跟他講說，我冇傾陣，可能係因為臉書的演算法嘛，幹嘛，講到動然啊，一啪，是大個呢，霸總馬桶啊落去，係哦，真緊呢，我嗰啲嘢太好咧，我比佢下高呢，一直啪，呢，真個撞到講一把太好嘅死氣耶，跟我打抱不平就好。雖然白天講到凍乾苦，唔講愛起到凍生氣，不啱咩？然後霸總馬桶啊落去，我覺得好爽哦。唔過阿志來講下，哪一條係牛，哪一條針頭？我有一條嘅針頭就係1、2、3、7、8。你的電話號碼？要講大樂透這期開獎。就是愛用聽聽嘢，就會通常就會拿手機。你水某以前會用手機標你眼嘅名稱條，3就會無聊嘅時間會用手機，4冇使用。7手機冇啲信號會非常嘅心泡泡。8因為那係手機電台會非常嘅強，非常嘅緊張。我感覺我嘅都係非常合理嘅，故事我感覺我係有啲階段為成功了。很有人講，因為其實有啲時我見用手機，我順風嘅朋友啊，佢哋就講，你出來你用手機啊，見看手機，佢就唔是出來啊。係講我有發現一件事，就係我嗱喺見留手機時間就愛用照貼咧，有啲時留貼個就會感覺非常嘅空虛。我想我就愛用大宋時間咧呢，我嘅人生就愛用韓國戲咧。唔過我知道你最需要解貼咧，即係攞去解貼，就係講留手機來逛網拍。也冇辦法，也我喺回答。真嘅就係呢，11我冇想愛減少逛網拍，12我咩唔會感覺7、8拍唔到，我就係冇想愛。你冇想愛咩冇事嘅？冇錯。網拍就係人嘅人生聽你上面愛啲。唔過家下喺你前面有面前有看過樣片嘛？你家就係底部嘅手機每某天嘅時間會心焦，會焦慮症、手機焦慮、電池焦慮症嘅嘢。唔過呢一種假使真件發生到人身上，唔過有啲人係剛好還有70%就開始用假設某天呢，我聽那一片乾天。阿麗噶，你真係會發生安樣嘅事情嗎？有啊，我接送發生安樣嘅事情，因為我接送唔記得出去帶線啊，帶跳布條啊，通天線啊，就冇帶動唔掂嘛。不過我有一擺，我真係當定型鏡哦，我幾時見嗬，有陣時又唔記得帶木鏡。我超麼？你都帶嚟嘛？該東西。不能帶去假片片。我幾時都冇帶木鏡嗬，我就接送喺曹查轉去桃園嘛嗬，我佢冇帶木鏡嘅時，我嘅木做出有啲閃光。幾時我嘅連人嗬就看到亮，我咩唔記得啦。唔過我就看到嘅客運嗬，我就夾送查出錯嘅，夾送查嘅時間，另外都嘅天師還有標嘅測試的一個東後空嘅節目嗬，我就見啲溜手機，你發現到設計手機冇天咧，唔過我咩冇想冇可能馬上就冇天，唔過真件當採購就會因為我嘅手機嗬愛爛貼咧，建議是拍嘅時間就佢就會設計先關貼咧唔啲嘛，唔過幾時我係唔啲啦，唔過我就見看天師時見溜手機溜一溜看一看我就摔冇咧，你就摔貼，對，我就摔貼咧，係摔貼了以後呢，我摔上了以後，奇怪，
哎，数期某天呢，哎，奇怪，要不是那边。哎，走到个六福村的山上，真的爱转你都在请爱，因为阿布卡多六福村行通。唔过爱无数期啊，天你啦，你本来係想嘅戲內片，你我冇俾佢。去桃園嘅時期，中大時期啊，唔過自己書是有上時喺動槍唔啲嘛，韓國係有閃光啊，我就冇俾看懂清楚啊。給下鄉用角色。下鄉嘅時間啊，就像係差嚟，因為嗰時差唔多9點10點，清明一班。尾班車，嘿，暗部哦，暗部夜嘅時間，嘿，暗部夜嘅時間，就想講係幾硬去尋個時機好咧。唔過個時機佢點解超個變龍嗰種嘅時機唔掂嘛？當地人講，我就講時機排勢，都得將硬數機嘛。嚇，點解咁啊？你播電啊係冇？佢就講硬唔是將硬數機啦，硬出價聽數你啊，硬做乜嘅？硬就講硬將硬數機嘛，因為硬數機冇天硬連到硬冇行業，佢啊唔是，硬真你下去，我就想講。佢係懂得人家，超變動，到底可以儲佢嘅茶望點喎？唔過我就想我新嚟行起儲坤啊好咧，賭100，我就儲下去時期，去到70度咧，我7就很多要幾場茶咧。所以個故事嘅決動比較以貌取人。真的，人不可貌相。係啦，人行起仲好啦。係真緊啊！不過講到呢一種事情，係幾個設計嘅事情，有啲人可能手機嘅某天會影響到自家嘅頭。阿路易，做嚟分享一下嘛。我自家係冇讀到，不過係我嘅朋友，佢不看冇時鐘，咩冇鬧鐘，佢看嘅時間都係看嘅手機嘅，還係看嘅天路嘅時間。有一擺，佢係早晨條去南浦做事，結果係早晨條9點嘅高鐵，結果佢睡夢嘅時間啊，冇落嘅天啊。冇插好，個手機就冇天咧，個鬧鐘就冇響，結果佢喺躺到個路順風嘅踩，差唔多到踩嘅。你睇下，你根本係撞白天附身，係落線嘅。被撞到嘅撞傷。撞到嘅踩。佢錯驚啊，上起來。嘿，佢就講啊，因為個手機冇響啦，結果佢剛發現個手機冇天咧，我去看時間嘅天咯。冇天咧，佢嗰個插天嘛，天來咧，佢就天來咧，佢就發現會9點咧，佢會來唔出咧，唔出咧，嘿，好家在佢嘅表演嘅主辦單位啊，佢老嘅家嘅表演排得好唔到嘅，真順利過關。真緊啊，為到呢個手機嘅某天、手機嘅某天影響到頭咧，唔單止阿路易嘅朋友，佢假如發生過呢件事情嘛？尤其下擺我去做事，時間較較緊，都冇帶到手機啊，我冇時間準去拿。有擺會去試鏡，出售啲手機嘅地圖，都講動競爭啊，不過我試猜動精靈，寫以前唔啲記久，唔是大個嘅共用天花。我啲你雙成人有大個。冇，這輩子有。我啲去請不卡人啊，我打電話政府卡請拜託不卡人天數請我嘅手機看，我再去車邊站嘅地圖看，就請到咧我去嘅素材。我知道唔動聽，因為假使同樣嘅事情發生到兒子嘅身上，但老唔講佢請到下成人咩請到。冇辦法，因為我當擺看嘅車用嘅地圖，我真係唔知嘅。比如我記住係重慶南路那條，你又錯了，你怎麼在重慶北路？我連我不卡頭前嗰條路，我都冇改名，我都唔知。真嘅，我都唔知，我都係記講哦，乜改店啊，乜改麥當勞啊，乜改嘅。我記得，你要不卡頭前，都遼寧街老太家講下，我遼寧雅思吼，唔過真正來講到那個手機嘅意思，即用辦去攞佢解題，用辦去攞佢解題咧，等下再來繼續老太家聽下來分享了。所有嘅企家企愛講吼，多多做節目啊，多多發通啊，不愛主持。哎呦，我有時間去傳錢咯，我冇時間去畫流手機。哎呦，是當吼，其實哦，有隻世界咧係細隻行為吼，譬如講那個標語係就講哦，順手做活動啊，救張國謙。冇聽過哦，有啊。哇！
大家都做来后上台上讲的节目现场吼，今日所有嘅人做书记意思针头当严重嘅患者，所有人哈都进入我们的 ICU 了，尤其係张伯强啊，你是那个不可逆反应。都会鼻劈晒。你准批係頭台咧，準備頭台過來過，唔過正經假使本人來上講，你阿聲音咁要發圖來，然後咧手機儀式嘅鏡頭，做得攞去改睇住先嘛，改變一點點嘛，做得嘅內容，因為你開始要講到你係改斷你手機嘅代表，台語。根本伊係最美一面，因為用手機嘅時間真緊冇當衝，因為愛挑白。要失把當衝嘅事件，韓國動態嘅心力去做了改斷嘅事情，用辦做呢？該是係我認為從下把手機啊，看個面書，冇是 IG， 其實形式當到，你是會知道用為法案到嘅事件啲改變，韓國當一看，仍然看唔睇，韓國其實未冇嘛嘅當衝落嘅事情一定要做，所以我嘅聽講，好我開始改斷呢一件事情，我做法是到個社群平台是刪貼的。唔過留下來，因為來喊係愛工作嘅時間愛用到。唔過我喊係上為入朋友，冇朋友冇唔知幾條發生埋嘅事情，所以我是讓我嘅同事喊個順條嘅朋友講，我結停做呢件事情。唔過我喊係上為第二條發生埋嘅事情，所以假使講呢條就破埋嘅消息吧，冇是發什麼文，是都得直接讓我講，冇我是為發動到嘅事件打電話，直接讓朋友打追估，我是都反倒按用因老應該起力喊下群咧。咁個呢啲下要當場要撈呢個社區軟體，撈要加轉來。係，喊係要加轉咧，係因為工作嘅關係。咁講啊，呢下喊係老一家講，係要嘛個當重要嘅事情，像工作嘅事情，冇是看書嘅時間，我是為手機那起來，喊個打開個勿擾模式，是做在2點鐘、3點鐘唔去看個手機，係按用嘅是為做到改團嘅是。小小的進步，這些嘅進步，係我每次都做得建議大家，雖然大家冇一天就會做呢件事情，不過做得用3點嘅方式去做呢件事情。第一點，因為我是到造型係當重要嘅時間，所以一天做得到自家講。其實紅衝嘅時間撤退小時唔會拿，第一件事情是唔會拿手機，是做得看一下出門摸背嘅風景、榕樹。紅衝嘅時間，你要讓你的左腦右腦分開。你要左手啊，去拿手機嘅時間，右手夾夾過來，不可以，總得。那來，呢是一隻細細嘅風景，你做得到自家1點鐘、2點鐘休息一下，就講拿手機起來。看準備好，就做得看工作嘅事情。韓國第2點是係做得該通地啊，該是關體機。因為我自家係該收開轉嘅人，看到個方式所以收開啊，當上係點卡，會上係點下去點開來，所以做呢件事情是做得關體機。韓國最美是係thành功當到該研究，冇是專業嘅人講，為手機調度是係因為手機冇背嘅世界挺無聊咧，所以我遲到做得發動到嘅時間去親比手機喺那神奇嘅事情。本給總上鼓勵。手機戒斷大使，要頒發獎，要頒獎。唔過3號廖三英可能是手機戒斷學習初心者中8強。嚇，又係我啊！其實我跟他談到給他分享嘅3點哦，我自己有咗，我覺得有一個反省啦，吼，就提3點。我剛才講青島外部世界，它好有險跳嘅事情哦，對我來講就會傳簽。所以我盡心盡意我建議吼，所有嘅企家企愛講吼，多多做節目啊，多多發通啊，本來主持。哎呦，我有時間去傳簽咯，我冇時間去留手機。哎呦，是當吼，其實我有隻世界的係細隻行為吼，譬如講那個標語係就講哦，順手做活動，救張伯騫。冇看過哦，有啊，順手發錢給張伯騫啊，就可以救張伯騫吼。從兩下開始，讓你愛。
穿落去。爱老两枚老爱穿出去，嘿，老千穿本中白卡。错，知我者莫过雪中。我不想知道，所有人都对，人家名唔系中白卡，系中白千，好冇？给理解咧，你自家知道，自家做的机体用数机嘛。我上来就有方法，譬如就将你当接送用嘅软体哈，软体的 app 啊，也有东西哈，然后可以不用当你冇接送用嘅资料夹，当你都喺揾哦，見揾嘅時間咧，你就知道你見唔見 Facebook 查揾你不用到那邊哦，我見 IG 不用到那邊，我唔記得咧，我就唔會用咧。你就把時間自己切。你自己係科技嘅戇居誒，因為你要看就 Siri 啊，Siri 讓你打快免數，幾時打快對咧？韓國機真緊到時節真緊很非常需要，所以叫本時間未時代時間。我擺態咧，用緊三愛了下先用愛 IG 了下有工作訊息用緊三，咩啥時間？唔過教老了就接送用嘅社群軟體，比方到一個資料夾，然後佢鎖起來，比方講我大擺開了資料夾，就要輸入密碼，按樣嘅方式本時間多一鋪，就係接送有人去用嘅方式，嘅壓制咧。我感覺最好嘅方式，愛機體用數據方式，就係認真做事。因為真嘅現在時間，你認真做事嘅時候，你就冇限去用數據嘛。不過呢，還有條人夾嘅事就是要用數據，嘅真人可能就當然去機體咧。韓國呢，我感覺就像我你用講嘅，真人就係增加你生活嘅澎湃度，而前面你去甲做一件事情去做啊，就冇緊出嘅你嘅模組就緊看點數據，因為我感覺數據就會講起聽，最重要就係人老人之間嘅交流。不過真正講得動好，即係講手機它是一個媒介，你用乜去看台機，用乜去使用機係兩三年用嘅人自覺會注意嘅事情。不過最尾咧，本來咧。今天的不能說是第一名，也至少是第二名嘅阿魯伊，可以講下你咁有法度來機體用數據，唔好用到按上吊。我知道懂難呢，因為你下個時代太加入非常意思用數據嘅啊。係啊。乜嘅做些小事啦，還有乜嘅動到，如果一定要用，係啊，如果一定要用數據嘅，唔過吼。我愛講用嘅解題咧數據嘅，我知道吼，我學咗4-9字，4秒誒，因為你要花動到嘅時間去照顧佢咧掉，你就會還是要去拿數據嘅，你拿到用嘅亂烏嘅，就冇法度拿數據，就會變下來。唔過我知道有啲學咩話學叫人電腦用數據係哪度，因為佢會記錄毛小孩嘅成分。我嘅4-9字，你一定冇辦法用數據嘅啊！你一定要用嘅又對了，亂學呀。我亂講強勢未做得。希望阿魯以後明年就是做得叫人嘅福氣饅頭，做得叫2隻，100隻，本年無限7隻，唔係用數據按照去動吼，做得機體數據眾賞鼓勵。不過觀眾朋友們想下，你用數據咁樣用到聽上中，咁樣聽意思數據，看一下我本世界係哪重要而記得，下禮拜強嘅時間，我哋繼續來收看後生睇上講，要花太假多，拜拜。讓來了。哦，要做啲攞電視機嚟，來。移動奇怪，手機來，注意來，攞去炸彈。炸人，那個 IG 吼，按到中打票張國謙啊，就在對中挑戰一下，假什麼挑戰就是沒有飲水機，冇食過出來就啦吼，水地水面頭，哈。